么拍那边？我从来都不怪你。他在那边。掌声有请。是这样吗？对。等一下再拍。别这样，你不要动。这是右手。亲爱的各位老师、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老歌歌，我从来都不怪你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刚刚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